要用诗歌，对不对？不，好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天在教会历里面，是耶稣受洗的日子。教会历啊，教会年历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在那边的读经我们有一个表，那个红道，可以顺便帮我去那边拿那个读经表，读经表来发给大家。然后我们今年大概将来的几年里面，我们就用那教会年历大概分3年，就 A、B、C 3年。那我们今年是在 B 年，2015年是 B 年。那它会按照不同的时期，告诉我们今天大概我们说的这个比较传统的教会，把这一天定为什么日？比如说1月6号是主显节。那主显节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差遣耶稣透过启明星，让东方的博士看到他，然后那些人来拜他。那东方博士代表所谓外邦人的福音。那主显节大概就是在纪念这个。那照着这样的节庆，我们可以去重新思想圣经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信仰意义是什么。那让我们更近身去了解那个的背景。我今天透过耶稣受洗的日子，发给大家。我不要发给大家之后，我们希望我们可以follow 这个读经的日程呢，我们就来读哈。那基本上大概牧师的讲道也会 follow 这个经节的进度来。所以礼拜天的经文大概就是我讲到的经文。那今天的经文其实基本上就有3个，今天有3个哈。那我只让我们读2个，等一下我会引用《使徒行传》这个经文哈。2月份我就会不太一样，2月份我会针对着教会的主题来分享。那基本上就是说我大致上我会按照这个节期的经文来分享，然后我每一天 post 在学生团契那个 Facebook 里面的，就按照这个进度，我每天写一些分享的事情啊，让我们也能够有不同的领受这样子啊。好，今天是耶稣受洗的日子，在教会节期里面，我非常喜欢这幅画。我找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受洗的图片，然后大部分都是非常写实的。我很喜欢他用所谓的印象派意象的那种表现方式哈。那这个人算是清楚了啊，可是耶稣受洗，然后这个有那个光有没有啊？我们刚刚读到说上帝创造世界有光嘛，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 ，OK， 是光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鸽子 ，OK。那鸽子在这边，我可能最近我们来找时间把这个弄平，我觉得你们这个需要改进一下，我们来把它弄平，让我们有更舒服的视觉这样子啊。好，一题外话。那鸽子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受洗起来之后，有圣灵从天而降，形象像什么？鸽子的样子。啊，下个礼拜起，我牧师要带那个成人主日学的查经，我要讲到约拿。其实约拿的名字原来就在讲鸽子，在讲这个，啊，它有它的信仰意义。鸽子有其他信仰意义，鸽子不是那个运动会之前放的那个和平鸽子，这样不是，鸽子有它的意义哈。那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解释这个东西哈。那我非常喜欢这幅画，因为我觉得不晓得很 touch 我的心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圣灵，这个洗礼是上帝成就的洗礼，而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礼仪式的而已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从圣灵来接纳的一个洗礼，从圣灵来施洗的一个洗礼啊。我们会继续来谈这个问题啊。所以基本上今天的概念就是说，我要跟大家讲到底洗礼是什么啊？透过耶稣的洗礼这个日子，我们重新来思考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啊？是什么 ？OK， 旧约传统里面，我们说基督教的传统是从
犹太教的传统来的。犹太教之后进入耶稣基督，然后初代教会是我们现在说它是天主教的传统。后来大概1517年，马丁路德改教之后，开始有 Reform Church 开始出来了，一直到特别是加尔文改教之后呢，Reform Church 就很清楚了哈。那现在的基督教大概就是所谓的 Reform Church， 啊，基督教包括像长老会啦、浸信会啦、什么圣洁会，那个都是属于后面这个啊。那基本上这一条教会历史的脉络，你都不可能去给它切断。比如说啊，天主教跟我没有关系，天主教的传统就是我们在读的初代教会的传统。OK， 那我们怎么样去思考这些事情，很重要。那割礼跟洗礼有没有关系？其实是有关系的，只是它的形式不一样。我们记得这个东西哦。初代教会曾经，保罗跟很多的使徒在论，特别是在犹太教的犹太基督徒里面，他们非常坚持一定要割礼。可是保罗不这样认为。那甚至他们吵架 ，OK， 那会吵架就有问题了。在教会里面吵架就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教会里面讲什么？讲爱啊，讲包容。那最大的问题是对割礼的了解是不正确，才会吵架。你如果对割礼的了解是正确的时候，根本没什么好吵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割礼是什么。第一次记载割礼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约定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从哪边来，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是从两河流域那边来的，乌尔是在上游，两河流域的上游，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个地方。亚伯拉罕原本不认识上帝的，他不认识上帝，上帝呼召他认识了上帝，所以他跟上帝开始怎么样？重新建立，从新的开始基础建立关系。那从新的基础上面建立关系要有什么？要什么？你来这边念书要有移民的读书的 I-20， 然后签证，那个都是一种契约。我给你签证多久的时间，对不对？那你时间到你就要走了，所以契约的关系。其实割礼本身就是一个契约的关系。什么样的契约？是亚伯拉罕决定要跟随主，这是第一个契约。第二个契约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从现在开始你要蒙福。”这是一个蒙福的契约。所以割礼的重点是在割礼吗？割礼的重点是在后面的意义。谁最重要？上帝最重要。那个约定最重要。那顶帽子重点不在帽子，是他要戴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帽子不是重点。割礼本身的问题在这里，是蒙福的约定。所以他创世纪17章第10节，他说：“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以你跟你的后裔所立的约。”这是一个重点，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。OK， 今天这是契约，弘道签了，牧师签了契约，那这张丢掉怎么办？契约在不在？在，契约在两个人的生命里面，这个契约是在的，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两个人所立的约。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所立的约，借着割礼那个形式来达成的。那很多人说那割礼不重要，其实不是，而是你要看到真正的重点。好，那新约的传统里面开始讲洗礼，啊，那我们可以说有一点像说耶稣把割礼的传统怎么样转变到洗礼，所以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去思考说，到底割礼要不要？已经有洗礼了或怎样？他说很多人会有一些所谓的文化传统，犹太人就是在文化的传统的包袱里面，就想说，割礼很重要，没有割礼不算数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。那洗礼呢？从谁开始？其实真正的洗礼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从施洗约翰开始记载。我们更精确的说是这样子，洗礼的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，
洗礼的传统不是耶稣定的，请我们记得这件事情。啊，那洗礼的传统什么时候开始？不知道，因为两约之间，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个两约之间，两约之间大概有不同的计算方式哈，大概有400到600年之间，没有文字的记载，在犹太传统里面都没有。OK， 那在等一个弥赛亚出来这段时间 ，OK， 那我们最早的记载看到的是我们刚读的经文啊，马可福音，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如果我们看圣经，你如果看这个照这话，这个话是哪里？前面1到3节写的，他要讲到说要传悔改的礼，是吧？要传悔改，那是以赛亚书的经文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上帝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礼仪？透过以赛亚传悔改的礼，然后约翰呢开始做这样的事啊，在圣经里面啊。那我们来看两约之间有一个传统，那个时代有一个社群，或是说一个不能，它不是民族，它是一个好像有一点 fellowship 这样子，他们在躲罗马政府，因为罗马政府也在压迫这个犹太人，他们就躲到山上里面去，在旷野的山上，他们在那边抄写圣经，他们过圣洁的生活，他们在强调什么？悔改认罪的一个生命啊，一个生命。那据相信考古学的这样子的一个了解，就是说，约翰的穿着跟他的做法很接近这一群人的做法，很可能他原本就属于这个社群的一个人，一个先知，然后他就出来外面开始来叫人家做一样的洁净礼啊，你要认罪，要悔改啊。那我们知道这群人在旷野嘛，他没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他们都吃什么？蝗虫跟野蜜啊，蝗虫跟野蜜。好，那洗礼是照这样的约翰的想法，就是洗礼是什么？预备承受罪得赦免的恩典，是蒙福的什么约定？洗礼是一个约定啊。很多我等一下看。很多人觉得，洗礼是基督徒的毕业证书。我洗礼之后怎么样？我今天就可以躺着，我就可以上天堂了。No， 它是一个入学证书，它不是一个毕业证书，它是一个入学证书。我们等一下继续谈啊。我用一些图片让我们了解一下啊。这个死海卷轴呢是在1974年20世纪的时候发现的。而且不是考古学家发现，是一个小木桶发现的啊，然后后来就引发了全世界的考古热潮，去做这个事情哈。它在一个山，你看哈，这是从这边看过去的，从另外这边看过来就是像这样子。它在深谷里面有山洞，啊，那很多人就怀疑他们怎么进出的啊。当然他们有一地方，死海卷轴都藏在这个陶罐里面哈，有一些就露在外面的啊。大概看一下，了解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施洗约翰的洗礼到底是什么。施洗约翰，我们很清楚，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是用水来洗礼。现在基督教教会，大概所有的基督教教会，包括天主教教会，都这样子用水来洗礼。好，那我曾经听很多的不同教派的信徒对洗礼有不同的争执啊，比如说。有些人说坚持要像约翰当时候的洗礼，要怎么样？要敬礼，所以现在有敬信会、敬礼会，他们就非常坚持说一定要敬的才可以啊。那基本上大概 Reformed Church 那天主教大概也是这样。我之前服侍的信义会，我们大概都是用滴水礼。那有一些教会也在圣堂里面的讲台，或是讲台旁边就弄了一个水池，那在那边洗礼。有Melody 他们在 San Diego 的教会，他们牧师常常带年轻人到哪里洗礼，你知道吗？到海边去洗礼。每一年的5月吧，那好像是 Veteran Day 还是什么？是11月才是 Veteran。哦，5月底那个是什么 ？Memorial Day 对的 ，Memorial Day 他们那附近他们会有一个 retreat 哈，他们就带年轻人去那个 Marietta 那边
我们也是 TPC 在办退休会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就在游泳池里面洗礼，可不可以？在海边洗礼可不可以？在水池里面洗礼可不可以？在游泳池洗礼可不可以？滴水可不可以？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洗礼背后所代表的真正的信仰意义是什么 ？OK， 那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悔改，好，要悔改。他说，毒蛇的种类啊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？我之前有提过这个经文哈，毒蛇的种类在讲什么？在讲用蛇来代表撒旦，而不是说哦你们都长得跟那个鬼啊张牙舞嘴一样，不是。耶稣曾经跟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面去。撒旦代表什么？撒旦是不顺服上帝旨意的人。OK， 所以耶稣曾经说，你们是就说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多说就怎么样，出于那恶者。这在讲这个意思。所以当我们不顺服上帝的时候，记得你就长得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努力顺服上帝的旨意，然后要悔改，好，来，就是施洗约翰的一个洗礼，这是画家画的啊，好，重点在后面了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OK， 我们刚刚说洗礼是一个悔改的约，然后是一个蒙福的约。那悔改是把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，你们周报有没有写？更新合一。更新有一个事情我们没讲出来，就是要怎么样？革除旧的样式、思想、观念、做法。很简单，比如说，啊，我现在如果洪大，你喜欢戴帽子，戴上去。他要戴新的帽子，他必须怎么样？脱掉他原来的帽子，他不可能把两个帽子叠在一起嘛，你懂意思吗 ？OK， 一样，我们要革新。你说我要更新，更新怎么样？更新了，今天很快乐来了，然后等一下要生气回去，那样有没有更新？没有更新啊。所以我们要活出那种与悔改的恩相称。就是说，你真的要让人家觉得说，你真的改变了，你这个基督徒不一样了，你也不容易再生气了，也不容易受影响了，你也不容易跌倒了。OK， 你已经有新的生命的样式在你的里面了。OK， 所以，但是现在，约翰又说他没有赦罪的权柄，他说后面有一个来的比我还要大，对不对？我替他怎么样解鞋带都不配呀。那怎么办？到底他的洗礼有没有效？约翰的洗礼有没有效？既然他说后面来的比我大，所以我不是那个最大的啊，我不是最重要的人啊。那约翰的洗礼有没有效？好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这个实际碰到的一个事情，韩国的纯福音教会赵永基牧师。前一阵子被人家告说他有金钱上的困难，然后被法院判刑啊，抓去的。OK， 那我问你，赵永基牧师的洗礼有没有效？赵永基牧师的洗礼有没有效？洗礼是不是牧师的权柄？洗礼是牧师的职责，但是不是牧师的权柄。权柄在哪里？在上帝，对 ，yes， 在上帝。千万要记得这个，不然我们就常常会搞错了。常常会，赵永基牧师也出错，那我的信仰就不保了，不是？我们被上帝拯救，不是被牧师拯救，请我们记得这一点。这个你要非常清楚的了解。所以他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行。圣灵与火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圣灵请你来，对不对？那圣灵来，我们很清楚可以知道说，我们常常有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很可以了解。那圣灵帮助我们，圣灵给我们力量，圣灵给我们智慧。那火呢？火是在讲什么？说在教会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说，第一次的圣灵降临节，对不对？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形容圣灵像什么？
火的舌头。为什么要讲火的舌头？跟这个有没有关系？有。来看，我们继续看。他手里拿着本机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库里面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是说，耶稣带来什么审判，把不属于他的人灭掉了。或者我们也可以说，耶稣带来那个不叫审判，判断。我比较喜欢用判断。审判在华语上面，我们觉得非常负向，对不对？那判断就是说，在我们心里面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属于撒旦的，我们如果愿意怎么样，去交给主耶稣的话，他就要用火怎么样，把我们烧掉，不再有那一些不好的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变成怎么样？纯金不怕什么？火炼。OK， 所以火要把杂质烧掉，让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什么？纯的圣灵的生命。OK， 这样的就很清楚了啊。那个权柄是在耶稣基督上面，所以我非常欣赏施洗约翰，他的日子不长，而且他的生命很悲惨，他最后是被人家砍头下来的啊。可是他非常坚守他的职务，而且他非常谦卑。你知道耶稣是他的谁吗？他的表弟。施洗约翰没有说，哼，你这个表弟，你在我后面比我还小，没有。施洗约翰反而说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比我后面来，他是权柄比我大，因为他是上帝，非常清楚。我认识一个在教会里面出入非常久，还不愿意洗礼的一个弟兄，他前一阵子在跟我问说，牧师啊，你会不会祷告说上帝给你权柄哦？你祷告谁的病都好了，那大家都跟随你去信主就好了，就不用传福音了。我说那大家跟随的不是上帝，是那个，这会有问题。当一个人如果太有能力而且不够谦卑的时候，会出事情。那施洗约翰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典范。你知道，当耶稣开始出道的时候，我们讲出道了啊，他已经后面跟一群人了，不是吗？记不记得？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之前，先去洗礼嘛。那个时候，施洗约翰已经是怎么样？大家尊崇的先知啊、夫子了。他如果没有一个谦卑的态度，他会失败的。他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他谦卑，他顺服上帝。好，所以他的洗礼是一个预备。其实我们在读圣经讲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都一直在强调一个预备，预备他的道路，修直他的路，有没有？在讲预备，他在做这个预备，是要让人悔改，预备自己来承受什么？赦罪的恩典。好，来，圣灵的工作，我们第三个来看。透过洗礼，我们重新来思考。我刚提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经文里面，他在17章里面，保罗跟亚波罗在讨论施洗。亚波罗说：“我们受过施洗约翰的洗。”但是保罗说不够，那要圣灵的洗才够。就是说，你不能只有那个形式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有生命的真正的改变。好，这样的让我们再重新思考，圣灵的工作那么重要的话，很多人就问了，那洗礼就不重要了。洗礼重不重要？既然洗礼是上帝的权柄，耶稣基督的权柄，是上帝的事情，那这个不管是滴水礼啊、浸水礼啊、海边的礼啊、游泳池的礼啊，重不重要？如果不重要，耶稣就不会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对不对？重要啊！为什么重要？为什么重要？我们来思考一下。水的洗礼是一个宣告，是一个宣告。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告诉我们：你口里承认，怎么样，就会怎样称义。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宣告，
宣告不是现在那种灵恩教会才有的，宣告早就有了。宣告耶稣洗礼起来之后，上帝在天上开的时候有声音这样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他。”当我们决志要改变我们自己归向神的时候，上帝就会宣告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的所喜悦的。”这是一个宣告，宣告非常重要。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弹吉他唱歌，然后在我们那个时代弹那种木吉他已经是算是非常不入流的了，所以我们都只能偷偷在学校弹，跟同学弹。那我很喜欢唱歌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吉他放在学校的那个扫地的那个橱柜里面，就放在里面，然后下课就唱，那同学都围在旁边，我们一起唱。那个时候我们同学里面只有我一个基督徒而已，其实不是，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。我还读那个长老会的基督教学校，没有人敢承认。后来我知道我们班上有14个基督徒。你不愿意承认，你怎么能够得救？你了解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吗？你要愿意承认，去告诉人家说，上个礼拜我不是讲那个鱼吗？有人贴那个鱼吗？然后他走路间吗？有些人不敢贴鱼，因为他觉得他生活好像没有什么见证啊。那你承认本身就是在宣告世界说，我就是上帝的儿子，我的生命、我的行为、我的一切要像上帝儿子的形象。上帝儿子的形象，你觉得耶稣基督会乱生气吗？耶稣基督有生气过，坦白说他有生气过，他是对那些作恶欺负人的人生气。他在圣殿里面不是倾倒那些摊位吗？那个改天我们再讲这个部分。但是耶稣不会随便生气，耶稣是爱人的，耶稣是带来和平的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常常思想这样的问题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改变。OK， 圣灵的工作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们来思考一下，什么时候？圣灵降临节开始，对不对？不对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就说了：“我如果去的时候，我要求父差遣保惠师，保惠师就是圣灵。”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那从什么时候开始？耶稣，我们上个礼拜我强调那个使徒信经很重要啊。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耶稣基督从什么东西感孕？圣灵。所以你如果说使徒行传第2章是圣灵工作的开始，那绝对是错误。所以耶稣从圣灵感孕，那圣灵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咯。约珥书曾经讲到圣灵，讲到更新的生命，老人会做梦，年轻人会有异象啊，这样子的一个记载。那从那个时候开始，no， 我们刚刚一起读的圣经里面，创世纪告诉我们，上帝人从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就开始了。上帝是用他的灵来创造。OK， 我们来思考一下，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他怎么创造？用泥巴捏一个人的形状，然后后面才重要。泥巴捏那个人不重要，那是艺术家的事情。后面才是创造。上帝吹了一口气，希伯来叫做 ruach， 那个 ruach 是气，也等于了灵，是上帝的灵。上帝用圣灵在创造。用圣灵运行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宇宙里面。圣灵跟上帝一样，是起初，是现在，也是什么？末后，是过去，是现在，也是将来。好，来，那我很喜欢用图片啊。那耶稣受了约翰的洗礼之后，有圣灵像鸽子一样，所以这个是对不起，这一个是一个形式。一个宣告的记号，重点是在这个圣灵的生命进入在我们里面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非常不认同有些人说，圣灵啊，请你现在来。